过来禁止唱歌买卖哦。伫去年的8月份有一桩唱歌拍卖的官司，一审是判有罪，二审判无罪。动保团体甲立委今仔开记者会批评讲，甲唱歌制品认定做古物，就会当买卖。所以动保团体是要求政府就要修法，嘛应该检讨古物审议的程序。为着要对国际保育意识，台湾嘛全面禁止买卖唱歌。不过有艺术品的公司伫咧2019年拍卖唱歌做的物件，过当年就受到起诉。一审法官判有罪，不过二审却该判无罪。我们的二审法官居然说台北市文献馆代执哈，那代执的原因是说啊，因为你没有去定保育类产制品申请古物的这个指定流程，所以你导致于民众哦，他没有路可以走哈，所以这个罪责不应该在民众身上，所以目前为止二审是判定他无罪。因为顾问有提到说，当时是文献馆提给法院的说明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说明，这个没有提报申请，我们没有受理允征的2件古物，不具备任何古物的身份，这是我们明确告知法院。事实上，有真侪收藏品拢是用唱歌、犀牛角去做的。伫咧《野生动物保育法》实行细则的第17条就有规定，古早的物件未受到《野生动物保育法》的限制，只要透过古物审议委员会认定，唱歌古物就会当买卖。针对这款的规范，有立委的批评讲，等于是咧开后门，互唱歌做的物件会当摕到买卖许可证。就是在你2019年9月公告了这样的一个作业流程之后，你们的古物审议委员会也就这样非常密集而快速绵密的开会，129件就是这样来的。而台北市的古物的指定，到目前为止53%。高达53%都是保育类的产制品。动物社会研究会呼吁政府应该修法，避免收藏家软法律的空窗，嘛要求要检讨古物的审议程序，加强查缉，才会当真正阻挡唱歌买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